为了要让文学振动起来，台北的台湾文学基地有规划一个文学改编舞蹈计划，其中有一出走跳人生的舞蹈表演，就是改编自作家陈明真真济台语诗。负责编舞的导演蔡精神表示，陈明真老师写的作品有真济拢是伫咧探讨人生角色和生活意义，予伊有丰富的创作灵感。希望会当透过舞蹈，带大家来看台湾优秀的台语文学。 人一出世就先哭，不是爱哭，是要哭出世做人。演员当地排练的这段舞蹈是改编自作家陈明真的台语诗《口角笑生命纪事》，经过导演蔡精神编舞，甲文学改编做舞蹈创作，走跳人生。伊表示，家己初初在读台语文学的时，对文学真兴奋，不过当伊听到陈明真有声彩的台语配音，伊的感情甲情绪随绑定起来。嘛，因为台语的音乐性，互伊在编舞的时有丰富的灵感。他在提到。 就是零星勒招种啊，零星勒招吹这件事情，那对我来说，就是我们常常很奔波啊，很辛苦，所以从他的诗作里面，同时就是跟演员或者是我自己的生命经历去发想其他不同的故事。 走跳人生，用舞蹈来找出每一个人的人生角色和对生活的体会。表演者认为，透过舞蹈会当让愈侪人了解台语文学的多样性，对因来讲是真有意义的演出。原来这出舞作会伫咧台湾文学基地主办的文学改编舞蹈计划当中演出，因希望未来卖当用愈侪方式带大家来认识台湾文学。这个改编的这项代志，就是会使让更较侪人知影讲哦，反正你可能本地。 感觉讲台湾文学可能是一个足歹去亲近的一个物件，也是讲一个无生行的物件。啊，毋过就是以即摆的经验来讲，我感觉反正会使互更较侪人知影讲，其实台湾文学其实就是咧讲咱。 大家辛苦边的一寡故事。母语的创作，其实它的这个很多的不管是一种价值观，或者是他对身体很多的感受，其实会跟华文写作应该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这次是特别跟文化部是争取母语的补助计划。那我们把文学，尤其是母语转译成当代的舞蹈，有更多的可能。 主办方表示，这届走跳人生的表演会伫4月22日，这礼拜6和礼拜，在台北的台湾文学基地正式演出。另外，为着要推广母语，逐个月伫遮嘛拢有台语绘本讲故事的亲子活动，希望大人囡仔拢通对无共活动来找到家己和文学甲母语的连结。记者卢尚珠、郑春友台北报道。